续来讲秋兴菌虫。根据农委会统计，目前全台湾已经有18个县市着虫。这种的虫生团数量甲成长的速度拢真惊人。若捕捉虫，就会开始食叶啊，致使农作物无法度收成。目前防疫进入第2阶段，有谣传讲秋兴菌虫真早就已经入侵台湾了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来反驳。 讲秋兴菌虫照着西南气流为中国飞到台湾，这是第1届入侵台湾。无人机升空喷药啊，防止秋兴菌虫。中华方院用无人机应战，防止秋兴菌虫的疫情，全台18县市已经陷入危机。即马防疫作战，对于野蛮或者是火烧，目前进入第2阶段，强制喷药。对，秋兴菌虫以前只有在美洲。 在去年到非洲，今年1月才到中国。我们在秋兴菌虫1月到5月中国这样的一个蔓延的时候，我们就掌握资讯，当初就会预测可能6月的时候的这样的西南气流飘过来。秋兴菌虫上爱食番麦甲稻米，这生团数量甲生长速度真惊人，破坏力超强。农委会嘛讲，真派100%金砖全面性，农业损失初步估计一担可能30多亿。 而且呼吁通报到利益，提报奖金每例1万，因为秋兴菌虫是外来种，农委会目前积极找找天敌做上有效的防治。